Hello，我係 Taki 啊。今次頭臨假期帶大家嚟到俄羅斯嘅莫斯科聖彼得堡，我哋會參觀最出名嘅紅牆、克里姆林宮同埋聖巴素大教堂。後邊仲有好出名嘅彼得夏宮、東宮，當然唔少得遊船河啦。想知有幾吸引？跟住我哋，我會帶大家玩轉俄羅斯雙城之旅。我哋而家進入克里姆林宮。克里姆林宮裏邊有好多洋蔥頭式嘅教堂，喺我哋面前嘅係聖母升天大教堂，係當年沙皇加冕嘅地方。除此以外，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教堂。呢度係克里姆林宮裏邊嘅總統普京辦公室，呢邊係皇室御用嘅教堂，旁邊仲有一尊全世界最大嘅炮王。喺莫斯科，你會見到歐洲嘅凱旋門，亦都會見到俄國嘅代表斯大林式嘅建築。呢度係莫斯科嘅少女民族噴泉公園，呢度係莫斯科大學，亦都係著名嘅斯大林七姊妹建築之一。呢度係莫斯科嘅戰爭博物館，我哋可以睇到二戰時期蘇聯打敗納粹德國嘅一啲軍事裝備同埋歷史。嚟到莫斯科一定要坐下呢度嘅地鐵。呢度嘅地鐵由1935年開始開通，到而家已經接近100年嘅時間。每一個地鐵站都係一件獨立嘅藝術品，簡直係一個地下宮殿。新款嘅地鐵車廂，連企位都有得充電。我哋而家喺莫斯科坐高鐵去聖彼得堡。車廂嘅內籠係22座位，非常之寬敞舒適。呢個係聖埃撒大教堂。尼古拉一世銅像，後面嘅係市政府，全部都係18、19世紀嘅建築。呢個係彼得與保羅城堡，係聖彼得堡第一座教堂，亦都係彼得大帝最後嘅墓葬地。呢度係宇宙航天博物館，